大家好，歡迎參加今日嘅越位拍打操。我係何姑娘，係今日嘅導師之一。首先呢，我哋要坐好咗個預備動作啦，將腰背挺直，雙腳平放喺地下。第一式指尖雙拍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二式拳眼相碰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三式手指相插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四式叉虎口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五式打手心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六式拍左手背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七式拍右手背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八式脈門相拍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多謝何姑娘，而家由我女生同大家做第二部分，大家依然要挺直，同埋準備空心拳，手掌福起，好似咁樣。第九式打左手踭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十式打右手踭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十一式大穴相拍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十二式小穴相拍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十三式拍打後腰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十四式拍打臀部。
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大家好啊！頭先聽完何姑娘、呂生介紹咗唔同嘅一啲拍打嘅位置，跟住到我羅生同大家分享一啲下肢嘅拍打動作嘞噃。大家準備一陣間嘅手心要微微曲嘞噃，唔該曬各位。第15式拍大腿嘅外側，預備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16式拍大腿嘅內側，同樣都係拍20下，無亂咁拍。準備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第17式拍打膝蓋，同樣都係拍20下喎。準備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18式拍打膝蓋，同樣都係拍20下喎。準備啦喎，準備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19式拍打小腿嘅外側，都係拍20下喎。準備，預備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第20式，跟住我哋拍打小腿嘅內側啦噃，預備嚇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最後一式，我哋會拍打頭部嘅，由前額去到我哋嘅頸椎嘅喎。準備啦喎，預備。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各位，我哋今日嘅拍打穴位到此為止啦。希望大家咧喺屋企咧就努力咁練習啦。通過拍打穴位咧，可以刺激我哋嘅經絡啦，可以舒緩我哋嘅疲勞，促進我哋嘅血液循環，達到呢個嘅健康保健嘅效果㗎。耶！